大家好，阿黃辣爆今日要同大家辣一辣呢場修例反修例嘅事件，係已經演變成地地道道嘅港版顏色革命。希望全香港嘅市民冷靜啲去睇下呢場4個幾月嘅顏色革命嘅演變同爆發，唔好上美國佬嘅當啦。各位，舊年喺台灣發生嘅香港人陳同佳謀殺香港人潘曉穎一屍兩命嘅案件，由於案發地喺台灣，而呢一個謀殺犯就逃翻嚟香港，要將佢係繩之於法，還被害者同埋家屬嘅公道，就只能夠送翻去台灣，送上法庭去審訊。殺人填命，欠債還錢，本來係天公地道，但係由於香港同台灣冇呢一個引渡逃犯嘅司法互助，咁因此政府收到家人嘅要求，收到被害家人嘅申冤，為咗要還呢一個係受害人嘅公道，就要解決咧呢一個將逃犯送翻去台灣，只不過係咁樣啫。但係呢件事竟然係被政治化、被抹黑、被扭曲，成為一場危及香港管治嘅顏色革命。各位，政府喺今年2月12號提出要修改法例，但係喺幾日之後，2月17號，美國總領事唐偉康就已經發出搞顏色革命嘅總動員。從唐偉康喺2月17號發出呢個係吹雞之後，呢幾個月香港就陷入萬劫不復嘅顏色革命裏面啦。我哋睇下4個多月，直至到6月15號，特區政府宣布暫緩呢條條例喺立法會2讀3讀。我哋睇下呢4個幾月，總共以美國為首新嘅八國聯軍點樣干預插手中國內政、插手香港，就係呢件事，呢個修例嘅事，美國、英國、歐盟、德國、加拿大等等，總共發出咗67次嘅不同形式嘅聲明召回。大家計下條數，由2月12號到呢一個6月中，4個月120日，平均每2日就有一個外國政府嘅聲明，就有1次外國政府嘅干預，真係歷史罕見。仲有就係美國為首，就英國呢一個歐盟、德國、加拿大等等咁樣嘅插手，就集中國家嘅機器嚟去插手香港嘅事務，係非常罕見嘅。彭定康呢個過氣港督，竟然喺短短呢2個月裏面3次公開嚟去干預呢個事件。德國竟然為旺角暴動嘅黃台仰李東升提供呢一個難民身份嘅庇護，竟然係美國喺香港嘅公司同埋機構
竟然或明或暗嚟去慫恿啲人遊行上街。呢一次由美國總統到美國國務卿，到美國兩會嘅議長，都公然全面係插手香港。三團嘅漢奸團去美國、去英國、去歐盟，離晒大譜啦。而呢一個特朗普竟然公然話未睇過100萬人上街，竟然就喺最近話 G20 見到習近平嘅話呢，就要同習近平講香港而家嘅人權問題。大家睇下呢一場係唔係新嘅八國聯軍威脅中國、威脅香港、打擊國家，要喺中美貿易談判將香港擺上台，將香港嘅最惠國嘅所謂嘅獨立關稅嘅地位，將呢個獨立關稅地位嚟去係威脅香港、恐嚇中國。所以成個事件就係一個咁樣嘅一盤棋裏面咁樣嘅情況。再者，我哋睇下呢一場顏色革命真係可以寫入教科書。反對派陣營喺香港有計劃、有組織去策劃呢場顏色革命。第一就係偽旗行動，一就呃，二就鬧，三就拉布，四就係去做呢一個三團嘅漢奸團，五搞遊行施壓，六搞暴亂暴力，將事件升溫嚟去衝擊政府，嚟去使立法會不能開會。而家呢個事件，大家睇到成個主軸就係反修例，提出嚟嘅口號就係反送中。其實反送中本身就係最大嘅偽旗。嗱，大家冷靜啲諗下，如果反對派陣營、反對派嘅議員同埋政黨一開頭話反中，咪反中亂講咯，有冇人跟啊？冇人跟，冇人信。但係反送中中間加個送字，話呢一個修例會將700幾萬人送去大陸，香港人人自危，個個代入變成逃犯，真係離晒大譜咯。喂，我哋人人都奉公守法，99.9%都係奉公守法嘅市民，唔會犯法，點會送中啊？香港政府何德何能可以將我哋送返去受審啊？我哋又點會無端端係變咗21釘林子健啊？但係由於呢個偽旗行動講反送中，就結果我哋人人墮入呢一個咁樣嘅陷阱。結果大家對內地司法嘅懷疑不信任，對內地嘅法治有問題有擔心，就個個就變成係好似陳同佳擔心被送返去按法地受審。其實當政府提出修訂，提升門檻去到7年及以上，而且提出好多嘅法律同埋人權嘅保障之後，根本反對派陣營已經係理論貧乏，攞唔到乜嘢嘅理據嚟去反對政府修改法例。因此講嚟講去
就係反送中3個字。我哋睇下6月9號嘅大遊行，以至6月12號，以至啱啱嘅大遊行，睇唔睇到有咩理據呢？已經睇唔到啦。因此剩翻落嚟嘅口號就係撤回，暫緩都唔得，要撤回；撤回都唔得，要認錯；認錯都唔得，要落台；落台都唔得，要追究邊個宣佈決定係暴動嘅定性，邊個警員曾經執過法就變咗犯法，仲有冇更離譜啊？仲有冇法治啊？我哋睇下，就喺啱啱嘅大遊行之後，喺嘅尾段，佢哋又再次佔中，嗰啲港獨嘅各種組織蠢蠢欲動，打出龍獅旗，打出香港獨立，佢哋嘅政治目標就係林鄭下台，香港獨立已經咧係揭然咧展示出嚟，搞成咁。我哋睇下點解呢？林鄭話過去嗰2年好平靜，點解突然間唔平靜啊？其實冰凍3尺非一日之寒，寒從何來啊？就係我哋呢一屆嘅政府一上場，就係推綏靖主義，想係搞所謂嘅大和解，對敵仁慈，對友就係呢一個雕，搞到今時今日咁樣嘅環境，就係由於政府係對於反對派陣營以黎智英為首嘅陳日君、陳方安生、李柱銘呢啲亂港4人幫，縱容包庇，對佢哋係唔追究佢哋4300萬政治黑金嘅黑金責任罪責，唔徹底追究佢哋第一次非法佔領中環嘅罪責，要打算放生39個佔中嘅搞手，佢哋冇徹底去追究喺佔中尚未檢控嘅700幾人，就話到此為止。結果而家呢一次搞顏色革命嘅6部曲，就係最大嘅造謠總公司爛果部黎智英，反送中3個字，其實大家睇下就係出自佢哋去搗亂香港嘅9頭軍師嗰度。而家千里之堤潰於蟻穴，就係正正政府係自毀長城，自己去放任嘅結果。尤其必須指出，現任律政司司長就變咗被政司，好似呢次嘅修例講乜嘢解說不足，你律政司自己都唔去講明，自己都去迴避，自己都唔去解說，仲叫下面點樣可以講清楚啊？教育人專業人員協會就去發動罷課，去倒政府台，政府去包庇縱容呢啲反中亂港嘅政治組織，結果最大嘅民主黨嘅主席就嚟用粗口鬧你行政長官。第一個要林鄭落台嘅口號就係來自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希望政府醒少少啦，唔好再蒙查查。你做農夫和蛇嘅農夫，而家
嗰啲毒蛇回暖甦醒啊，去狂咬你啦！你仲睇唔睇得清楚呢一場係顏色革命啊？各位，而家嘅局勢，政府暫緩降溫，點解啊？唔好上反對派，唔好上美國佬嘅當，因為以美國為首嘅新八國聯軍，佢哋想喺香港呢個中國最自由開放嘅地方，佢哋好想喺金鐘、喺龍和道、夏慤道爆發一場死人流血嘅香港人權危機。如果真係咁，特朗普之流就會揸住香港呢一場嘅佢哋想做嘅顏色革命嘅結果嚟威脅中國，喺中美貿易談判嚟去係捏住習近平條頸，想話達到呢個目的，要逼我哋退讓，逼我哋投降，逼我哋跪低。我哋唔想呢個當，但係修例係正義嘅，我哋要忍辱負重，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我哋香港人要堅定沉着建設香港，要穩住當前嘅局勢，唔好俾反中亂港嘅政黨議員佢哋嘅陣營同埋組織破壞香港、搗亂香港。如果唔係，我哋就真係冇啖好食㗎喇。多謝各位，多謝。